市民劃地聲援范國威探訪畫花少女。政治檢控可恥，政治檢控可恥，公民權利不容侵犯，公民權利不容侵犯，少年都有示威權，少年都有示威權。喺連儂牆用粉筆畫花，被控刑事毀壞嘅14歲少女，被判入去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。星期三中午12點幾，有幾個市民嚟到兒童院聲援，仲喺對出嘅馬路用粉筆畫花同埋雨傘，更加寫上放人同埋白色恐怖、人人自危等嘅字。期間有警員到場阻止。點解我上次係勸我哋叫我哋冷靜啲，唔使咁嬲咁樣？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笑嘅表現啦！你冇可能你刮完人哋一巴，然之後叫人哋同你平心靜氣，你冇可能你啱啱非禮完呢個小朋友，你叫個小朋友同你平心靜氣，你冇可能你啱啱打劫完呢個人，然之後你同佢講你要平心靜氣，呢一個係一個文字嘅侮辱。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同埋范國威亦都有到場了解，隨後獲准同少女隔住玻璃會面。佢哋形容少女嘅精神狀態良好。佢哋喺下晝1點半到離開，話之後會到政府總部抗議。